大家好，近日香港修改咗教科書，好清楚咁講明香港並唔係殖民地。呢次嘅修訂引起咗海外嘅一啲傳媒藉以抹黑我哋嘅一國兩制。佢哋好似發現新大陸咁樣，好似從來冇聽過呢個講法。所以今日我好希望揀呢個主題呢，同大家一齊探討一下香港係唔係一個殖民地呢？咁香港係唔係一個殖民地呢？係一個法律嘅問題，係國際法嘅問題，並唔係單單某一個人，又或者香港以前英治時期嗰啲中小學嘅教科書一路都係用香港係殖民地嘅寫法。因此香港人確實有好多有根深蒂固嘅一啲睇法，就係香港應該係英國嘅殖民地。嗱，呢個呢係一啲普通人，因為佢成長嘅過程中，尤其是喺英治時期呢，我哋根本冇其他嘅一啲資訊嘅，都係相信嗰啲嘅教科書，咁由細個睇到大。事實上咧，大家注意到啦，我係用英治時期，成個香港嘅回歸、一國兩制嘅提出，都係中國喺尊重歷史、承認現實嘅情況底下提出嘅，即係話中國亦都承認香港喺英國嘅管治底下有155年，呢個就係尊重歷史、承認現實。但係中國從來冇承認過三條不平等條約，更加從來冇承認過主權係俾咗英國。香港嘅主權從來都係屬於中國。而應該最恰當嘅講法呢，就係話英治時期嘅香港係英治時期嘅中國領土，咁就係主權一直都係喺中國，而英國呢，只係因為三條不平等條約，佢係用武力、用戰爭嚟佔領咗香港。中國係唔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咁呢個咧係基於不自願強佔嘅一個方式咧，其實聯合國同埋國際法都唔承認㗎。首先我講國際法，國際法佢承認嘅兩國之間嘅條約咧，一定係雙方自願，唔可以用武力脅迫。但係香港關於香港嘅三條不平等條約，分別係1842年嘅南京條約、1860年嘅第一條北京條約，同埋1898年嘅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即係第二條嘅北京條約咧，都係屬於不平等嘅狀態，可以話係英國揾一個藉口。係鴉片戰爭之下嘅一個強迫性嘅佔領。普通嚟講，亦都可以話係英佔時期嘅香港。英佔佢係佔領咗香港，所以佢咧就係有一個管治權，但係佢並冇一個主權。而喺國際法，如果係一個殖民地咧，必須係治權、主權，你都係全部就係夾埋一齊送走咗啦嚇。但係呢樣嘢咧，對於香港同埋澳門係絕對冇發生過㗎。嗱，早喺1972年咧，中國常駐聯合國嘅代表就已經係正式咧向聯合國提出嗰個函件裏邊咧，主要咧就係話香港同埋澳門咧係被英國同埋葡萄牙佔領嘅中國領土，所以係要求聯合國係將香港同埋澳門咧
係喺殖民地嗰個名單裏邊係刪除㗎。而當日咧喺同年嘅11月8號，第27屆聯合國大會係以99票贊成、5票反對。咁嗰5票係邊5票咧？就係美國、英國、法國、葡萄牙同埋南非。99票對5票係大比數，係通過咗香港同埋澳門係並不是殖民地。所以咧，香港嘅普通市民講香港喺回歸之前係英國嘅殖民地咧，當時大家咧亦都冇去糾正，因為佢唔係代表緊一個法律嘅權威去講。喺2019年黑暴之後，由2014年開始咧，已經越嚟越多嘅青少年被洗腦，就一路覺得咧香港咧係有自決權，甚至咧到2019年咧就係要提出港獨。咁樣咧，我哋就必須要修正翻以前嘅一啲錯誤嘅一啲觀念啦。所以咧，我希望香港嘅市民啦，佢哋明白，而家咧唔係否定咗一個歷史。大家咧注意一下，無論喺聯合聲明定香港基本法，喺序言嗰度，我哋都係寫香港自古以嚟係中國嘅領土。而中國喺97年咧係對香港係恢復行使主權，對澳門咧亦都係一樣噶。澳門咧其實葡萄牙咧仲清楚，佢係話澳門咧係葡萄牙佔領嘅中國領土，葡萄牙管治嘅中國領土。即係話佢一路管治緊嘅咧係中國領土。其實英國咧亦都係一樣嘅，佢唔係唔知嗰3條條約咧係因為喺不平等、喺強迫戰爭狀態底下去逼中國簽，係唔會係有國際法嘅效力嘅。英國對香港嘅態度咧一直係唔肯放手嘅。咁咧就因為咧香港咧係英國嘅金雞蛋。尤其是喺回歸之前，你睇到咧，如果喺60年代初咧，聯合國大會曾經通過一個咧，就係俾殖民地國家同埋人民獨立嘅宣言。咁當時咧就係聯合國咧係希望嗰啲擁有殖民地嘅國家咧就係應該非殖化啦，係嘛？俾嗰啲殖民地咧應該咧就係自己嘅自由啦咁樣。咁但係咧英國就迅速咁樣向聯合國表達咗清晰嘅意見，就話呢一個所謂反殖嘅行動綱領咧，係唔影響香港嘅法理地位嘅。其實咁即係咩意思咧？就係香港根本就唔係英國嘅殖民地，佢哋係想繼續佔領嘅。佢好清楚咧，香港同埋澳門其實中國係從來冇承認過嗰個主權係丟失咗俾英國或者葡萄牙。此外呢，聯合國其實好清楚講，如果呢一啲根本唔係殖民地嘅地區呢，其實佢嘅主權係屬於中國，佢係中國領土嘅一部分，係冇任何人可以將佢割裂走。直到咧就係鄧小平上台，我哋咧制定咗1982嘅憲法，裏邊咧亦都特別有31條由全國人大代表會係制定法律，第二日咧係會係有特別行政區嘅。咁呢個咧特別行政區係特別為香港同埋澳門回歸而設嘅。嗱，如果你歸納咁多嘅部分咧，你就會好清楚知道一樣嘢。但係事實上，當佢佔領嘅時候咧，佢並唔係想俾香港係有一個殖民地嘅地位嘅，佢一樣係冇嘅。咁呢個最後嘅講法同中國咧，其實就係變咗不謀而合啦。中國從來冇承認過香港同埋澳門係殖民地。
殖民地係有一個法理嘅概念同埋地位嘅，係必須喺聯合國裏邊國際法係承認嘅。嗱，我諗咧，而家大家一定要冷靜去睇，因為我哋要睇歷史嘅史實，要睇基本法同埋聯合國嘅決議。因為聯合國嘅決議咧就係喺2908號嘅決議講得好清楚，佢向國際社會清晰傳達咗香港、澳門係唔屬於聯合國認可嘅殖民地，香港、澳門係唔享有反殖宣言裏邊講嘅自決權，香港同埋澳門問題必須係由中國自行解決。咁呢啲係一啲知識，喺法律國際法嘅知識、歷史史實嘅認識，就唔係話咧，因為回歸之前嗰啲教科書，即係搞到咧大家咧就係全部都係約定俗成咁樣，就係理解咗咧香港係英國嘅殖民地。但係原來咧香港嘅法理地位從來都唔係英國嘅殖民地，呢個唔係我梁美芬就咁作出嚟嘅，亦都唔係中國自己作出嚟嘅，而係根據國際法對於國際條約嘅要求，係雙方自願簽訂，同時亦都係基於喺聯合國裏邊1972年已經有好清晰嘅決議，所以係冇任何國家係可以繼續話香港同埋澳門咧係英國同埋葡萄牙嘅殖民地。睇法律睇國際嘅文件咧，我哋一定要係好清楚，要睇佢哋嘅字眼嘅。無論喺聯合聲明定係香港基本法，都係講得好清楚咧，係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並唔係用收回主權。所以咧，嗰個恢復行使主權咧，其實就係證明咗一樣嘢，就係香港、澳門從來都係中國嘅領土，即使喺英佔時期或者葡萄牙佔領澳門嘅時期咧，佢都唔係英國或者葡萄牙嘅殖民地。所以咧，香港回歸之前並不是英國殖民地，絕對唔係一個新嘅說法，而係有聯合國決議同埋國際法嘅規定係可以證實嘅。